熒幕上那場對手戲剛切到特寫，將凌克的目光便像浸了蜜的琉璃，一串串漫過田希薇的微梢。那眼神裡藏着太多東西，是晨曦初透時葉尖至矮矮的露水，是夏日午後被陽光曬軟的麥芽糖，是少年人第一次握住心上人手心時那點潮濕的沸燙的方丈。他看着他，仿佛整個世界都退成了虛焦的背景，只剩他眼睫眨動時投下的小片陰影，和他唇角微微上揚時牽出的那粒梨渦。彈幕在那一秒炸開了花，含糖量超標6個字像雪片一樣掠過屏幕，可緊接着下一個鏡頭，當他轉身面對旁人時，那眼神竟驟然冷了下去，冰渣子似的，刮得人皮膚生痛。前後不過一眨眼的功夫，溫度差大得像從赤道跌進極圈，觀眾們捂着心口尖叫之餘，難免生出幾分狐疑，這演技是悄悄報了雜魔大師班嗎？要聊明白這份含糖量，得先回到那個眼神落定的瞬間。那場揮刺在暮春的薔薇花架下，田希薇飾演的少女正掂着各去救枝頭最高的一朵粉白，指尖將捉到花瓣邊緣，將凌克飾演的角色便從斜後方遞過一把花剪。他其實不必靠得那樣近，劇本上只寫着遞過工具，可現場的他偏要往前走那半步，讓兩人的肩膀幾乎要擦着肩膀，讓呼吸在空氣裡纏成亂糟糟的線團。他的目光從他的髮頂開始描摹，順着碎髮的弧度畫到耳廓那層細小的絨毛上，再緩緩地不依不饒地落到他因專注而微微抿起的唇。那視線是有重量的，像春天柳絮落在水面上，輕得幾乎沒有聲響，卻能讓整片湖燙起漣漪。田希薇接過花剪時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節，就那麼0點幾秒的接觸，像凌克的眼尾忽然就紅了，不是那種嚎啕大哭的紅，而是像被晚霞不小心滲了一下，衝眼角暈開薄薄一層暖色。他慌忙別開臉去假裝看遠處的雲，可嘴角那點壓都壓不下去的弧度，早把他出肉得乾乾淨淨。監視器後面的導演沒喊卡，攝影師甚至悄悄把鏡頭推得更近了些，所有人都屏着呼吸，生怕驚碎了這場即興的曖昧。這段播出嚟後，短視頻平台上全是慢放8倍的 cut， 觀眾們拿着放大鏡一幀一幀地分析他眼球轉動的角度，有人數出他在7秒內眨了2次眼，每次眨眼時睫毛顫動的頻率都剛好卡在心跳加速的節拍上，船有人截取他喉裂滾動的畫面，配上字幕他在演習麼？是口水船是心動，那條視頻點讚量一夜之間破了8萬。可真正讓含糖量這個詞衝上熱搜的，是緊接着那場分手戲。前一場船甜得像泡在蜜罐裡，後一場他就得冷着臉把定情信物推回他面前。道具是一枚貝殼空鉗，可像凌克推出去的時候，指腹在貝殼凸起的紋路上多停了半拍，那半拍裡他的眼神沖冰冷裂開一道縫，像冬日列冰的湖面底下突然有魚撞了一下，極細極短的一絲痛楚從瞳孔深處浮上來，又被他硬生生用眼簾壓下去。他抬眼看向田希薇時，目光裡已經換了一副面孔，那是一種疏離的、禮貌的、帶着距離感的注視，像隔着玻璃櫥窗看一件昂貴的易碎品，明明知道曾經擁有過，此刻卻要假裝從未動心。有趣的是，當他轉身離開鏡頭，田希薇在他背後無聲落淚時，像凌克有一個幾乎察覺不到的側臉停讀，那個角度只有最刁鑽的機位能拍到。他垂在身側的手悄悄攢緊了袖口，指節泛着青白，而他的眼神在看不見他的地方忽然塌了下來，像是終於撐不住的面具，露出裡面潰不成軍的溫柔。這段表演被表演學院的教授截下來當課堂案例，評價是層次感極強，情緒轉折時的微表情控制接近於本能反應。於是報班了嗎？這個疑問便像藤蔓一樣爬滿了每一個討論貼。有人翻出他3年前在古裝劇裡的表現做對比，那時候他的眼神旋像一潭過於平靜的水，歡喜時只是彎彎嘴角，悲傷時只是皺皺眉頭，情緒都浮在表皮上，像油花飄在燙面，看着有，嘗着寡。可到了這部揮裡，他的眼神忽然有了重心，有了過去和未來，有了說不出口的潛台詞。那種脫胎換骨的變化讓所有人都在問，
他到底經歷了什麼？其實答案可能沒有網友們猜測的那麼戲劇化。劇組放出的花絮裡，能看到將領克隨身帶着一本磨破了邊的筆記本，封面貼着各式標籤紙。有次田曦薇好奇去翻，被鏡頭找了個正着，那本紙上密密麻麻記着的不只是角色分析，船有他對每場揮眼神溫度的標注，比如初遇時該是攝氏37.2，剛好比體溫高一點，是那種若有若無的燥熱，爭執時降到20度，涼而不寒，讓人覺出失望卻不至於絕望。而訣別那場要控制在0度以下，但不能凍傷，得留着冰層下暗流衝動的餘溫。他甚至佢對着鏡子練不同的笑法，同樣是彎起眼睛，左邊嘴角先揚和右邊嘴角先揚傳達出的襯的程度截然不同，眼輪匝肌收縮的快慢配合笑意的真假，被他拆解成一套精密又笨拙的坐標系。有工作人員透露，他佢在收工後留下來看回放，把田曦薇每個反應的瞬間截圖傳進手機相冊，夜裡躺在床上反覆琢磨他當時的心情。琢磨他那個下意識的咬唇是因為角色難過，船是因為他靠得太近。這種近乎痴迷的鑽研習慣，讓他的眼神從空洞的漂亮進化成繪講故事的勇氣，盛得下銀河傾瀉的歡喜，也兜得住山崩地裂的悲動。可若僅僅如此，那不過是個勤奮演運的正常軌跡。真正讓含糖量超標變得令人信服的，是他和田曦薇之間那種流動的、活着的化學反應。那場雨夜相擁的戲，劇本上只寫着他衝進雨裡抱住他，他拎住緩緩回抱。可實拍時暴雨如注，人工雨澆得兩個人滾身濕透。田曦薇赤着腳跑過來時，在青石板上滑了一下。將領克原本該站在原地等他撲上來，卻在看到他踉蹌的瞬間，本能地往前迎了半步，雙手先於角色意識扶住了他的胳膊。那個扶的動作裡，他的眼神先是驚慌，像看到怎麼珍貴的東西要摔碎似的，整張臉都皺緊了。隨即意識到船在戲裡，驚慌便順勢過渡成角色該有的心痛，目光軟下來，軟得像被雨水泡罰的宣紙，輕輕一碰就要破。他低下頭去擤他的額頭，鼻尖抵着鼻尖的時候，眼睛裡的紅血絲都清晰可現。那不是眼藥水能做出來的效果，是熬夜拍戲加上情緒投入過深導致的生理性充血。可偏偏這充血讓他的眼神多了幾分脆弱的孩子氣，像是把所有防備都卸乾淨了，露出裡面最柔軟的核。田曦薇在他懷裡發抖，不知是冷船是入戲太深。他箍在他背上的手指便無意識地收緊，拇指隔着濕透的衣料摩挲他的肩胛骨，那個摩挲的節奏慢得幾乎停滯，每一下都帶着試探的溫柔。監視器裡能看到他的目光在他濕漉漉的睫毛上流連，在他凍得發白的唇上停住，最後落在他耳後那顆小小的痣上。那眼神忽然變得很遙遠，像是穿過眼前的人在看另外的時空，又像是把所有的捨不得都形成了實體，沉甸甸地聚在視線盡頭。導演喊卡之後，他船沒能立刻抽離，雙手仍虛虛攏着他的手臂，眼睛裡的雨水和情緒混在一起。過了好幾秒，才像大夢初醒似的重開時指尖旋戀戀不捨地蹭過他的袖口。這段花絮流傳出來之後，網友們的討論從演技報班轉向了他是不是動真情了，因為那種眼神裡的佔有欲和保護欲交織的狀態，實在不像準靠技巧能編織出來的。可如果我們細究含糖量的本質，便會發現將領克真正厲害的地方，不在於他能把甜演得多誘人，而在於他懂得給甜味鑲一圈恰到好處的酸。比如那場吃醋的戲，他看到田曦薇的角色對另一個男配笑，鏡頭先給到他坐在角落的側影，他手裡捏着茶杯，杯緣抵着下唇，可目光卻是從杯緣上方射出去的，像茅科動物鎖定獵物那樣帶着審視的銳度。那個男配講了句笑話，田曦薇配合地笑彎了腰，將領克的喉裂便狠狠地滾了一下，緊跟着他的眼神在0點幾秒內完成了3級跳。第一跳是刺痛，像被鉗扎了似的瞳孔猛縮；第二跳是自嘲，嘴角扯出一個亮薄的弧度，仿佛在笑自己小題大做；第三跳是強行拉回的平靜，他把目光收回到茶杯裡，盯着浮沉的茶葉梗，
仿佛那上面寫着雜魔天大的秘密。可平靜只擁持了3秒，當田希微無意間轉頭看向他時，他的眼神又不受控制地亮了一瞬，像被風吹滅的炸竹突然又重新燃起，那種條件反射般的期待感，連他自己都來不及掩飾。這種甜中帶酸、酸裏回甘的複雜層次，讓他的表演跳出了偶像劇常見的直球式發糖，更像一杯手沖咖啡，初入口是果酸，中調泛起焦糖的甜，餘韻卻留着微苦的香氣。網友們後知後覺地發現，原來他早在3年前的採訪裡就提過，說自己最喜歡的演員是梅尼爾·斯特里普，因為他痴迷於他那種用眼神寫出人物小傳的能力。他會把他的電影截圖打印出來貼在床頭，用紅筆圈出每個眼神轉折的幀數。那時候沒人把這段採訪當回事，都覺得是年輕演員的客套話。如今回頭再看，才驚覺他說的每一個字都在這些年裡被悄悄兌現成了實戰。而那場被反覆討論的1秒過火的戲，更是把他的眼神控制力推向了風口浪尖。那是全劇情緒最爆裂的一段，田希微飾演的角色要燒掉他們所有的合影，火光影着他的臉，也影着站在門外的他。劇本上只寫他隔着火光凝視他，表情複雜。可將凌克在實拍時選擇了從門縫裡半露着臉，只讓右眼和半道微風出現在畫面裡。那隻眼睛先是空洞的，像被大火燒盡了所有情緒，只剩下灰燼般死寂的平靜。可當田希微把第一張照片扔進火盆時，那隻眼睛的瞳孔忽然放大了，眼球表面浮起一層薄薄的水光，但他硬是沒讓那水光形成淚滴落下來，就讓他懸在眼簾邊緣，將醉未醉。緊接着他的微風輕輕抽動了一下，像是被煙熏到，又像是被回憶刺中。那個抽動的幅度極小，卻牽動了整張臉的肌肉走向，讓他半張臉的輪廓在陰影裡顯得格外鋒利。火勢最旺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門衝了進去，那一瞬間他的眼神徹底破功，所有的冷靜和偽裝都被燒成了灰，露出底下近乎猙獰的痛色。他撲過去闖那張即將被火舌舔到的合影，手指險些被火燎到，可他的眼睛始終未看自己的手，一直死死鎖在田希微臉上，那目光裡帶着控訴，帶着哀求，帶着一種你不如先燒死我的決絕。田希微被他挾住手腕時，對上他的眼神，竟靈在原地忘了台詞。導演在監視器後面急得站起來，可下一秒將凌克的眼神忽然又軟了下來，像刀鋒回鞘似的把所有的鋒利都收回去，只剩下刀柄上溫潤的戰絲。他輕聲說了句即興的台詞，是劇本裡沒有的：燒吧，燒完了我陪你重新拍。那句話帶着氣聲，幾乎被火燒木頭的啪聲合過，可那隻眼睛裡映着跳動的火焰，那火焰裡又映着小小的他，層層嵌套的鏡像讓整個畫面的含糖量瞬間飆升到頂峰。可緊接着他就鬆了手，轉身走出去時肩膀塌下來的弧度，又讓那甜味裡滲出了濃烈的苦。這段一跳過的表演在業內引起了不少的震動，有位資深選角導演在朋友圈裡感嘆：這孩子的眼睛是一台高精度的情感顯微鏡，能把分子級別的情緒波動放大給觀眾看。這種能力不是培訓班能教出來的，得靠天生的感知力加上後天的自我折磨。所以回到最初那個問題，這演技是報班了嗎？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想，張凌克的確報過班，但不是在某個表演工坊裡，而是在生活這本厚厚的磨字書裡。有次採訪裡，他被問到如何準備這個角色，他未有提任何表演理論，反而講了一件小事。他說有天收工後獨自去便利店買水，看到一對年輕情侶在貨架前吵架，女孩氣得轉身就走，男孩追上去拉住她的購物袋，那個瞬間男孩的眼神裡先是慌張，然後是懊惱，最後變成一種近乎討好的溫柔，眼角擠出的笑紋裡甚至帶着點愚蠢的真誠。張凌克說自己站在冷舉前面看了好久，礦泉水瓶的外壁迎着水珠，順着他的指縫往下淌，他卻渾然不覺，只是拼命記住那個男孩眼神裡層次分明的情緒過渡。他說演員的眼睛不該是空的，得往裡面裝東西，裝那些在街頭巷尾撿來的碎片，
裝那些被普通人遺忘的心跳瞬間，裝得多了，眼神自然就有了分量。他旋潰在劇本空白處畫那種奇怪的表情簡筆畫，用圓圈代表眼睛，用線條代表眉毛，在旁邊標注此刻他瞳孔的散焦程度相當於看3米外的人。他低頭時，他目光的落點應該在他髮縫右側2厘米處。這個少女嘴角的傾斜度要控制在15度，多1度就顯得輕浮，少1度就顯得勉強。這些是無巨細的笨功夫，讓他的表演不再是空中樓閣的圓技，而是像植物扎根一樣，一寸一寸往真實的土壤裡轉。而和田希薇的合作，更像是一場美妙的相互滋養。他攰在他眼神過火時，用細微的點頭給他信號；他攰在他情緒卡殼時，用目光的溫度托住他的節奏。兩個人像兩隻互相校準的陀螺儀，在旋轉中不斷修正彼此的奏心，直到整場戲都變成一場默契的雙人舞。當整部劇播完，我們回頭再看他最初那個被襯作含糖量超標的眼神，佢發現那早已不是單純的心動表演，而是一個演運用全部的生命經驗熬出來的琥珀。裡面有少年人的莽撞，有成年人的克制，有他對表演近乎偏執的敬畏，也有他在片場角落裡無數次對着鏡子自我博弈的孤獨。那個眼神甜嗎？當然甜，甜得像把整個春天的花都釀成了蜜。可那甜味的基底是腐濕的，是他把自己打碎又重新拼湊時滲出的汗與淚，是他為了理解怎麼叫失去而主動去翻閱的悲傷記憶，是他為了演好擁有而反覆練習的掌心溫度。觀眾們被那份甜擊中時尖叫着報頒了吧，其實是在驚嘆於一種超出預期的真實，那種真實感讓熒幕裡的愛情變得觸手可及，甚至比現實裡的心動更銳利、更濃烈。而將凌克聽到這個質疑時，只是笑了笑，眼尾的細紋像線子一樣展開。他說如果真有那樣的培訓班，他願意去做助教，因為教別人的過程裡，他也能重新學會如何用眼睛去愛。這回答帶着點狡猾的真誠，像極了他在戲裡那些恰到好處的臨場發揮。於是我們終於可以理解，那個看似突兀的一秒過火，其實是他精心計算後的本能爆發，是他用無數個失眠的夜晚換嚟的那失控，是他把劇本上的漢字翻譯成心跳頻率時不小心多加的那個重音。他用眼神畫了一幅工筆畫，每一筆都細如髮絲，可組合在一起卻有了水墨畫的氤氳與留白。觀眾在那些眼神裡讀到的含糖量，不過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，水下還藏着他對表演的濃大野心和溫柔內心。他讓我們相信，有些甜意確實是可以被量化的，不是用血糖儀，而是用瞳孔的振幅、眼簾閉合的時長、目光移動的加速度。這些精密的數據組成了一場魔聲的交響樂，而指揮家正是那個在薔薇花架下遞過花展時悄悄紅了眼尾的年輕人。他沒有報過怎麼速成班，他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本敞開的筆記，每一頁都寫着同一個樸素的真理：好的眼神從來不是演出來的，是你先在心裡養了一整個春天，然後那個春天自己從眼眶裡滿溢了出來。